盼第12年嘅國殤長成功活動上禮拜也蠻結束嘅，行政院客委會也顯示，明年長成功還會繼續連任客家莊生命態節慶康態期盼。其實對國土6號統查以來，本單路係南投縣人口外流青陽村嘅國殤鄉限卡留言唔係咯，有發展那有機會帶來人潮。地方政府也對今年起司同國殤連任重點觀光發展地區。想會打通國殤嘅印度人脈，豐富規劃南投旅遊業。喺長成功過後，我哋向下來思考國殤應該用嚟來發展。宋代成功上小朋千兩股總工錢，是看到風吹走到頭前，準備開上一槍去嘅。唉，小朋太急咧，腳剎卡到索嘅地度，本單走天嘅風吹，電到本爛吹，搶到成功嘅。比賽結果，第一考到新城國小貨車。新米泰嘅節慶吼，今年做講客家委員會已經讓我哋部署喺上面吼。所以講咧，今年比今年有下成功吼，尤其今年喺無相關所在都，我哋咧12月13就會呢條天馬吼，天馬尋根之旅。連續3年來，一年盼到比一年還要好，所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下一年開始，下一年咪會繼續來部署長成功，也繼續連任呢客莊生命態節慶。百家將三太子做清楚了耶！今日國殤鄉所有強苗做到生命搶出來樣式，春有幾啊公里暗藏，小朋友們聽聽搖的，恐下來看樣式。今年搶成功，唔但搶與一般客家的村，喺外鄉鎮也係外縣市的學校團體組出來參加比賽。國小組老沙飛男子組的冠軍，每都會本外莊村拿走。搶成功唔但搶喺國殤鄉度自家發通嘅。今年無相關嚟講，有係國小組同下全學校將10間嘅國小，但是今年有參加16間嘅國小，所以我鄉鎮咧遇到學校就有參加。希望你可能發動時較接攀又較好啦，發動接攀一導致要同乜攀好，你唔同攀片，收入相當好，就係講對農民農醫好，反應咪挺好啊。其實剛開始的時候，它也許是局限於在本地的一種活動哈，那對民宿應該影響不會太大，對民宿沒有什麼幫助。但是後來好像加入了客莊12大節慶之後哈，漸漸就有往外發展，那比較有外地的客人，所以對民宿來講，多多少少都一定會有幫助。像我們今年比去年比起來，今年就好多了。外地人參加比賽，咪表示親戚朋友會皮蛋搶下來了，人多就會有錢好穿。國殤搶成功對2001年開始舉辦，除咗第1年喺地方嘅沙屯自家辦，第2年起是國殤鄉公所結束舉辦。客委會喺到2009年列做客莊生態節慶，一年比一年上來行較多人，行較多錢好穿。民間青菜業行起，又帶來地方嘅發展無奈。對國土6號統查以來，國殤嘅人口外流行較嚴重，人口數也搶出2萬邊呢。坦白講，以前走的都是台14線啊，中潭公路，那邊呢，像假日，包括平常都很擁擠啊。但是現在國道6號通車之後啊，反而現在要國慶鄉經過的啊，不管是車子啦、遊客啦，反而這個流量啊，變成在遞減當中啊，你國道6號現在講開通了後，對我哋多少有影響，但是像嚟半年來，了開客人就見恢復咗來，見恢復咗，所以講我哋從有噴露神季啦，噴草莓季啦、枇杷季，還來就活動，包括中下就當然就噴嘅擺活動，你發覺個慢慢見吸水了就氣象安尼國殤紅的那邊。
南投县政府去国乡一站，某种长途就像国乡发展的疆诶，也特别喺度要进入国乡的日口，离交流道无几远呢。地方政府一直希望国乡一站做得做国乡乡，甚至係南投县旅游咨询中心。不过资源人力同专业政客唔拉，地方的文史工作者吃到动大手。比较可惜的因为它土地是租来的所以说会有发展的局限性另外现在是由我们委托国姓乡公所来管理坦白讲，一个国姓乡公所要管理一个这个地方人力要拨出去，或是什么比较那个专业啦、管理能力啦和人才经营方面坦白讲都会有困难。民间一早去睇了，看到偏人头政客观光的配套，比如讲，国乡係講有接送嘅交通工具，本旅遊點接起來，發展應該會行較好。不過地方政府咩唔想做，問題係無論係縣政府也係鄉公所，都係把在過日咧。但是我们去了之后回来都有蛮大的感慨了为什么他们那边的观光可以做得这么好？他们的观光这个配套措施像这个接驳车啦，那我们这边为什么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来经营管理？你这样经营管理下去的话，你有接驳车在地，当然就有这个就业机会嘛，那也会带动整个这个乡的农产品啦。有这个心想要做，但是我们财力真的很，现在干不清困难的事情了。你前面你看财力也好，我哋可以用百人来经营你只不过是本来就样，你乡里希望就去推两台来本外客来比方。你发都带通来观光，有问题都全县都青岛乡镇都负债上量依然的程度公司那边的负债有几千万嘛。其實國鄉有一道觀光嘅人數，也特別係南投縣客家人口比例偏高嘅鄉鎮，有漸漸嘅800萬多。三級古蹟糯米橋係全台灣唯一嘅橋梁古蹟，還係台灣屬青島水路嘅所在。一幾年來，國鄉嘅咖啡每日見日極多嘅故鄉。南投縣體唯一嘅橋梁嘅古蹟做咧糯米橋這糯米橋我哋啲民俗未聽到因為比較非常臨床，太陽度假村。你睇然後行動相當多。你睇全省的咖啡出產青島，平時青島美麗嘅國鄉鄉，你阿拉比卡咖啡包括你修個水路嘅水路用延伸從台灣水路嘅水路用，每那邊青島，所以講你反正發通就發通講介紹你倆新銷國鄉鄉那邊的產業我想觀光行業來國鄉，一定要有遊覽車帶來團體客。南投縣政府面對今年起事，邀請旅行社直接將國鄉排入高料行程地圖。我们今年在办理这个真情巴士邀请省内其他县市的旅客到南投来的时候呢，那我们也把国姓排入一个主要路线那包括到9分23的921的原爆点来看这个水土保持，那透过很完整的一个导览系统，让我们的客人对国姓乡的这个客家文化有更了解的一个深度南投縣係以觀光發展為主，縣政府統計去年全年遊客有1800萬人次，主要觀光路線包含日月潭、西溪觀光火車路同海頭三拿海。不過馬家卡好嘅旅遊景點沒有較難的營業，對縣政府嘅角度來看，開發新的觀光元素變得當重要嘅。但是我們也思考到一個問題就是因為觀光的元素必須一直去創新，然後創造與周邊的競爭地區有一種特殊性那我們也知道客莊文化對南投縣的觀光是可以來增加它的豐富度那尤其在國姓鄉也是這個921大地震9分23的原爆點等等的這一些元素那我們縣政府目前也積極的來加以包裝跟行銷。你看那我哋建築它有地心引力的所以在貼在牆壁上，就會吸引你
也特别係9分以上的大家屋，每9年嘅大體同發生年頭，唯一還存下來嘅一間屋嘅。對錄像片來看，屋嘅本單歷史呢係當然，9年過後，鬼草山落下來，落到屋嘅背後來嘅。家下哦，談到幫三上嘅時候，我就當作阿強嘅大沙灘過來。三上幫體嘅時候開始都熱嘅，熱兩下看到天火都冇提起。啊，T3、T4吼，唔算我咧間會唔會害怕落嘅時候，為面床當爬下來面床下嘅時候，已經門攏堵咧，攏打唔開咧。其實佢係奇髒髒嘅，唔過屋嘅大家畫面看來當奇怪。一見年頭9分以上提成穩定下來過後，經過水波橋嘅整治，包含堵塞湖、整泡點一條，也變咗當典型嘅體同紀念園區，有教育、觀光一條多目配嘅功能。國外學者，好像尤其日本學者，他們會想來就近了解，哦，那這麼大的能量產生以後，它的現況是怎樣的，還有包括。你們怎麼去處理？當然，國外很少像這麼大的，以前呢很少像這麼大的一個氣泡點嘛。所以說，在這10來年裡面、12年的過程裡面，我們幾乎如果說有一個國外的比較一些教授啊，或者是一個研究團隊來的話，我們幾乎大部分都會安排到9份山。桂香交流道帶來美景，咪帶來傳奇。呢山站了安過嘅橋墩，因為橋嘅半天高，看來當響頭。同今年深夜咧，先新疆嘅高速公路發通地度，歸路2線拿到鐵業。高工局未來咪考慮要加設高司規劃協商嘅路線。國姓交流道可以說列入全省8大交流景點第1名的吼。你要比前面吼啊，你安尼9公里的平面預算會做觀景台，那希望你交流道下邊來配合我們驛站那邊吼，將來慢慢的一個行銷方式吼，希望拿你觀光的農業第2被帶出去了。國姓鄉的交流道，它也是屬於這個全國最美的一個交流道嘛，應該也會很多人故意會來這邊看的，然後順便到國姓鄉這邊來。稍微觀光一下。那我們的港村這邊呢，也應該是目前國姓鄉這邊比較有看頭的地方啦。故鄉東東莞，仲係希望客家莊有發展，越來越繁榮，爭流嘅係菜地文化。地方咪希望產業結合觀光，按用桂鄉當年做嘅當鬧熱。漢一年呢，搶成功嘅發通哦，一方面除咗按用嚟發揮你搶成功嘅按用嘅意義嗬，另外呢，我哋希望搶成功發通做得好結合地方嘅產業，嗰個觀光發通，用觀光來帶引人潮來，呢在地嘅產業喎，將做得發展下來。當然我們希望講，你客戶迄邊，迄有法度講咱天秀吼，安尼客家鄉親吼，安尼國人師客家莊啊，就有法度自出嚟參加啊，當然下歡迎吼。學生啊，就國小組的吼，再一個社會組的咩吼，女子組的吼，來參加我哋搶成功嘅活動吼，可以搞一個聯誼吼，安尼客家文化讓有法度提高呀。在南投縣本來是以好山好水著稱啊，還有原住民文化之外呢，那我們馬上要來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個客莊文化呢，能夠很有系統化的來介紹給所有的客人哈。但搶意思盼其實發通帶通嘅強拍係唔長久嘅人潮，長期來看，我有常見嘅菜地文化同特色，真係真重要嘅。頭擺目前3萬行社嘅桂鄉，同加入新嘅觀光元素過後，以將帶嚟到我有行較好嘅發展。